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今来关心台湾的疫情。台湾顶礼拜有3天拢无出现确诊的个案，不过就伫咧昨出现3个海军确诊治病，加做国内头一件军舰内底有人去围着的代志。即阵3只军舰顶头，包括官兵、学生，计共有700多个人，昨因拢去检疫所计开观察，但采检的结果拍算今日下晡就会出来。武汉肺炎疫情拖到国军疫情指挥中心18公布，新增加3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移入，3名个案拢是20多岁男性。伫某一舰队实施加训练，3个人在2月2日上船，3月12到15停靠伫帛琉。期间有落船参加政要欢迎的典礼加酒会，了离开，在4月初9停伫高雄港。伫海上，伊佫加留6天，达到符合公海航行30天的规定，才对军舰落船。昨天下午他们去采检，大概4点多送到医院哈，那将近9点的时候哈，我们就得到第1例确诊的一个情况，所以立刻跟国防部这边来联络。案例396例，4月12日出现头壳痛、鼻无味这情形，15落船等于厝了后，家己去看医生，2天了后，搁再就医采检才确诊。案例397例是4月初就有上呼吸道症状，也有鼻无味的情形，等于厝了后就医采检确诊。案例398例是职业军人，也出现鼻无味的情形，等于厝的家己就医采检确诊。外界质疑军舰顶面有医官，为安怎无及早发现疑似症状，通报采检？在他传来给我们的报告里面都是正常，所以让我们这个政策督导单位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情况，所以造成今天有增后，然后有3位确诊，对这个我们国防部也表达深感遗憾。指挥中心讲，甲3名确诊个案同队的总共有3只军舰，官兵甲学生有700多人，会集中检疫隔离，并且进行采检。检验结果上近礼拜公布。而对15落船到确诊2天的时间，指挥中心也烦恼讲病毒住伫社区，所以会收集官兵接触者的手机并且传送信息来提醒。记者综合报道。但因为总统蔡英文要亲身去做演讲，迎接遮的官兵甲学生，外界对总统的身体状况是拢真关心。国防部就强调，蔡总统因为无去军舰顶头，而且也无接触官兵，所以无感染的风险。3台国军巴士离开营区，车顶人员穿着防疫装备，要甲部分官兵送往集中检疫所。因为3名军校实习生参加帛琉的友好外交，离开1个月了后，确定去挖着病毒，700多人必须接受检疫甲疫情调查。不过海军强调，当时落船有要求专程爱挂喙安。对我们官兵，即使在帛琉所有的活动，我们都是要求要戴口罩。抵达的前3天，其实我们也透过使馆地区的我们的大使馆能够让我们了解帛琉地区的一个疫情状况。当时我们获知的也是一个零确诊的状态。海军讲，确定帛琉无确诊病例，才继续任务。不过疫情中心认为，怀疑帛琉当地检查能力。那在我们的了解，就是说在帛琉相关的一些检验的能力，所以大家记得在前一段时间，他们有一位美籍的医师。有疑似的症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就帮他们做了一个远端的一个示范。海军也强调，船顶有分配分散这防疫做法，不过会使降低外税，为着风险。疫情中心讲，700多人采检了后，阳性个案会转移治疗，阴性的人也是要集中隔离14天。而这只敦睦军舰回国时，迄天4月初9，总统蔡英文也北去迎接。国防部强调，当时就因应防疫，避免双方接触。都是舰上的官兵没有下舰，蔡总统没有登舰，然后都保持至少5公尺以上的，也就是符合社交安全距离以上的距离，跟他们挥手致意。不过，敦睦军舰15进行结婚典礼，参谋总长黄书光不进行颁奖，表扬有功的官兵甲航训职友学生。国防部已经要求伊爱家己健康管理14天。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消息，咱来看美国这边，即阵美国呢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71万人，而且有8万4万人死亡。即阵美国已经正做是全世界死亡抑个确诊人数上介侪的国家。但即阵有民众是上街路抗议，因为不满政府爱因店厝自主防疫，这个居家令已经互因无法度生活，也影响因的经济。在美国纽约州武汉肺炎的死亡人数已经到13000人，占全美国超过40%。在18日例行记者会，纽约州长古默讲，疫情敢若是过了高峰期，在7一天死亡人数是半个月来的新低。伫咧过去5天，纽约确诊住院的病人减少1858人，医疗体系压力也较减轻。So we're not at the plateau anymore, but we're still not in a good position. And the worst news is still tragic news, number of deaths, 540. It's not as high as it was, but still 540 people died yesterday. 虽然纽约的疫情看起来有较乐观，不过古默又按维持典型的态度警告，讲纽约的疫情也未脱离危险。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确诊加死亡人数上最国家，死亡人数强要到4万。目前已经有几落千万人因为疫情申请失业救济。美国真侪州已经出现抗议居家令的民众。总统川普17日发推文声援示威的民众，也针对包括明尼苏达、密西根加维吉尼亚3个民主党执政的州，要求州长解除居家令，讲要恢复伊的竞选活动。Well, I hope we can do rallies. It's great for the country. It's great spirit. It's great for a lot of things. To me, it's a tremendous way of getting the word out. 美国副总统潘斯17表示，美国有够的病毒体检能力，支持重新恢复经济活动的政策。不过，疫情重灾区纽约州强调，川普政府一直拒绝协助纽约做检测，要把责任拢撒给各州政府。川普对古默的讲法强调，联邦政府会协助纽约，不过希望古默莫过万东万西，加做代志话较莫讲。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病例已经有超过23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5万人。咱这回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台湾昨增加3个病例，即阵已经有398例，香港有1023例，日本是超过1万例，南韩超过10600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上介多，有超过73万例。但伫咧欧洲的意大利有超过17万例，西班牙超过19万例，伫咧法国超过16万例，德国是超过14万例。伫咧英国有11万5000多例，但即阵伫咧伊朗超过8万例。过来，咱来看伫咧中国即阵的疫情。即阵伫咧中国疫情敢若是有较厉，毋过伫咧乌梁江省即阵逼出一个哈尔滨市22岁的留学生，敢若是一个超级的探病者，含伊接触过的人已经有32个人确定去挖着。伫咧边仔的银河市前2天，就赶紧甲附近的交通路的拢全部关起来，就是要禁止任何为乌梁港入来的人员，希望病毒莫阁为迄边传入来。哈尔滨医大医院。乌梁江省的病院外口摆甲长路路，挤满5-6千个要看病的人。哈尔滨市一名22岁留学生，好亲像家族超级传播者，第数32人为着武汉肺炎爆发严重的社区群组感染。面对乌梁江省疫情得要失控，军河市先宣布方便嘅交通禁止乌梁江人员进入。10例为本土病例，分别为黑龙江7例、广东2例、四川1例。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大，要坚决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中国卫健委上新的疫情指出，17日天新增加本土病例10例，乌梁港就7例。不过官方讲伊避开中国本土病例相关的问题，引起中国网友闹热讨论。因为疫情不乐观，乌梁港、广东、四川是不是考虑封城，引起两边论战。不过中国定调国内疫情控制真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指示要深化国际合作，要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中国最近真侪摆送医疗设备援助世界各国两大外宣，想要暗藏稳状疫情的嫌疑。佮想要扮演世界救世主，好亲像读着天邦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英国、法国加将近20个非洲国家谴责中国大外宣行动。虽然对内成功稳定习近平的领导权力，对外刷惹来国际社会反弹，淡薄国际地位。佮指出，这场疫情可能和其他国家重新思考甲中国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咱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报纸。先来看《苹果日报》。今日各地头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西半部今日上热的时阵，温度会超过30度。不过对明仔开始，因为有锋面会经过台湾，所以伫咧北部地区水汽会变较多，会湿雨面。伫咧东半部也会出现低阵雨。天气民众为拜二开始，因为东北季风变强啊，天气会变较凉冷，所以乡亲明仔后日也会记加套一领衫。咱来看《联合报》。伫咧天文相关的消息，有一个互人叫做是火流星的天琴座流星雨，是历史上观测上介久的流星雨之一。想要看流星的朋友，会使把握4月22拜3暗时，总讲天气好，而且无公害，10点钟平均会使看到23粒的流星。咱来看《自由时报》。台湾最近向美国买60台编号 UH-60M 的乌鹰直升机，打算今年8月中，这直升机就会全部到位。未来有6台会配给予空勤总队，直升机顶面拢会到海上搜救的侦测设备，让未来海顶搜救的工作会使更加顺利。再来，咱来看中国的消息。最近有真侪中国籍的看守去予中国要求，就爱配合做人口普查的工作，就连台湾籍的翁婿亲人来资料，全部拢爱写互斟酌。这是引起外界有人疑虑讲，这个人资料可能会泄露出去。陆委会表示，会请相关单位赶紧来查办。提出普查资料的单案，全部拢是简体字。这是中国官方要求伫台湾的陆会爱配合的全国人口普查，连台湾翁婿出来的人资料也爱写。有人烦恼出来的人安全，也烦恼提供相关个人资料，会触犯台湾法律，向立委定情。其实这个就是统战。那这个东西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了解台湾的国情，来具体达到北京政府对台湾不管文攻武吓的情报分析等等的这个参考作为跟策略。詹变为认为普查除了个人资料，也怪写政治倾向集中时间。不过，不管是公安直接找陆配伫中国出来的人也好，或者是间接透过陆配伫台湾的同乡联谊也好，拢是统战渗透一部分。呼吁台湾政府爱细致。相关的个人资讯在我们国内是受到法律保障的，非法取得相关的个资是违法的。那所以我们也呼吁陆配们也要维护这个相关家人的个资。陆委会表示，伫台湾相关的团体或者是个人，确实协助中国不法摕到台湾人民个资，拢会以个资法查办，相关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100万以下罚金。目前已经收到10多件同款的案件，相关主管机关会依法查办。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受到疫情的影响，咱台湾有60个调伫咧阿拉伯，也有联合大公国的侨民甲留学生，因为飞行机帮拢停飞啊，所以也个调伫咧遐无法度转来。不过昨暗时，因是顺利坐到阿联酋航空飞转来台湾。昨昏转来台湾的这旅客有不少人是拢穿隔离衫，而且也挂护目镜，因为班机小连线拢停飞啊，所以有人是等3个月才等到一班飞行机，大家拢讲会使转来台湾有影真好。再来，咱来看体育的消息。伫咧中华职棒正做全世界唯一一个开始拍棒球的这个职业棒球赛，乐天甲桃园主场赛事拢透过英文来转播，吸引袂少国外球迷来看。就连 CNN 派伫咧香港的记者也专工来报道这个新闻。打两天前，乐天桃园甲富邦悍将2个人伫咧相对，伫咧 Twitter 直播，已经加是超过100万人伫咧收看。主要的观众拢是美国人。
典现去年打击王的新手，林立生涯第2摆大场双响炮，帮助乐天桃园21比10打败富邦悍将。这场伫推特的英文直播超过100万人次收看，主要观众来自美国。有趣的就是土耳其其实在前半部收看的人还蛮多的，然后南美像阿根廷、墨西哥、巴西这些的都在前半段会比较多，然后后半段是美国，大概可能到7点多8点左右，就大家起来看看都在看推特，美国是占了60%。礼拜3元赛大战65万人次，礼拜5原队悍将上升到100万人次。中职自从加做第一个伫疫情中重启一梦联名，雄雄吸愈来愈多国外球迷。负责英文转播的球评王文庆，这2天接受真一间外国媒体视讯采访，甲 CNN 驻香港记者对话，也被放伫报道内底。Taiwan is one of the only places in the world that still has sports being played right now. Yeah. And that is because we did a pretty good job on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美国球迷看直播找安徽，美国记者甲球迷转推 CPBL。总统蔡英文也一棒推文，伫疫情伫全球炭烧的时阵，中职领先拍第1摆英文转播，为了新的机会，主转播商表示原本经费有限，只转5场，不过即马会找找经费支援，至少继续到4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地方的消息，伫咧台中市大坑步道，礼拜6、礼拜日拢有超过2万人来遮爬山看风景。台中市政府就惊即个所在会变做是防疫的空棚，针对大坑步道即个风景区实施人流管制。昨昏是头一个实施的礼拜，虽然讲人潮也是不遐济，不过市政府就观察讲，即阵伫咧现场行大的人也无超过4500人即个上限，所以还阁会继续伫咧现场进行管控。拜6一透早，台中市是大日头的好天气，真侪民众甲厝内的人做伙到大溪爬山运动，毋过还未行到步道，就会使看到市府的员工伫现场举牌啊，也阁用广播来宣导进行人流管制。大溪人潮嘛是袂少，但是避免人甲人的距离伤近，大部分的民众拢愿意配合市府的政策。不错啊，就至少觉得那个人群之间不用那么密集这样子。平常礼拜1到礼拜5会走这边，假日我们就走光熙巷那边，人比较少。台中市管理局表示，中央10号宣布人流管制新措施了后，市府嘛盘点包括大溪风景区、大安滨海乐园、东风自行车道等几个地点进行人流管制。其中大溪风景区因为每天都有真侪民众来爬山，尤其假日更加是人山人海。经过计算，人流的上限是4500人。开始实施的第1个礼拜6，人流拢也搁伫咧可控范围内。上午大概陆陆续续应该有大概5000多人的一个人次啦，累积下来了。但是大概在中间里面的人，其实应该大概2000人左右而已啦。目前确实因为中央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则，我们就是用劝导跟宣导的方式来进行。为了避免收侪民众到大溪，市府嘛甲周边的公有停车位减半来管控。不过有一寡民众说家己甲管制用的三角架搬开，驾车停入去无开放的停车格内底。市府表示，因为相关的措施并无强制力，会搁加强控制。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即阵疫情有影冲击着各行各业，就连花市也无法度走险。日本烧起欧美，也有日本的花。即阵因为航班变少啊，订单落9成，但即马又搁是散季，花农是拢真烦恼。农粮署即马就杀出一个纾困振兴的方案，希望国内乡亲时代咱会使紧来替花农买花，希望因渡过难关。兰花大开，即阵正是兰花大出的时阵，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原本主要外销欧美这所在花蕊，因为航班停飞，全球消费下降的影响，订单大减少，敢若剩1/10。制作业者只好转卖国内，希望减少冲击。外销的销路都堵住了，那我们只好另谋出路，说那我们从内销的部分来下手，其实还可以撑住。但是如果再继续3个月的话，那恐怕就真的很困难了。每天买花的人非常多，现在也减量。
花蕊唔但外销受到影响，国内因为婚丧喜庆这民俗庆典规模缩小，减少花蕊的使用，而且为了防疫，大型室内亲像蓝点拢改办，改用其他方式进行。农粮署也推动真侪花蕊纾困甲振兴的措施，希望协助花农渡过难关。这个就是突破以往我们买花只有到花店买的这样的一个过去的传统行为。那现在已经可以在我们的连锁超市，如果卖得好的话，其实这些连锁超市可以到3000家、5000家。早日开始，全国户外空场加交通据点拢会用花蕊展示的方式，鼓励民众采买国产的花蕊。再来母亲节就要到啊，也呼吁民众采买产贵的鲜花，解决花农无多外销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电影的消息，咱来看鸟仔。逐年4月中过二级保育类的鸟仔海燕仔就飞去桃园。过去10年来，因拢固定伫咧关东港的港区生产。不过今年因为港区全面施工啊，已经无法度互因伫咧遮生产。鸟仔会即工是赶紧伫咧苦厝港国家湿地保育区的北边设一寡假的鸟仔，互因会使伫咧遮安心啊生产。看5、6只一群啊，这太散。你看一直在奋战，但没有用哈。第一头卡野鸟协会志工搬大石头，伫苦厝港国家重要湿地保育区北边一个较平沙地顶悬，放石头做一个保护区，互海燕仔有一个安全的所在。最后搁放20只假鸟仔，往望去因海燕仔来遮安心做寿生囝。今年观塘工业区目前施工已经整个栖地都已经破坏掉了。然后向北的竹围，因为疏浚，所以它的空间也缩小了，比原来少了将近4/5，只留下1/5的空间。工程施工，海燕仔环视的空间减少。过去10年，海燕仔固定环视的关塘港工区，今年全面施工无啥物空间。得为北部花阁作为港口疏浚墩地场，也无啥物空间。今年才回伫苦厝港找一块新的所在，离淡水、海水拢近。有丰富的食物来源，也希望海燕仔能看到这块安全的所在来做收。它的面积在1公顷哈，那我们希望说，在初期的话，能够用所谓的围篱把它围起来哈，以防人跟野狗进去骚扰到整个小燕鸥的这个栖息跟繁殖。海关处表示，最近伫苦厝港做生态的保育工程有点成效，假使即摆试办成效真好，海燕仔就是来做收会纳入考虑，是毋是保留一个所在，互每年4月中以后飞到桃园的一级保育鸟类，海燕仔一个欢喜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即阵伫咧香港警方今日早是大动作展开掠人的即个部分，包括香港医团名创办人黎智英、民主派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也有前主席何俊仁等等14个民主派的政治人士，拢去互人以涉嫌非法组织、参与反送中运动这个理由去互抓起来。民主派就批评讲，政府即阵根本是事后算账，根本无心伫咧做防疫的工作，但这也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香港医团媒创办人黎智英18个保护警方对出来的传走，以2个礼拜才被控非法集合，即阵搁再互掠走，只是即摆警方行动扩大，有侪位民主派政界人士拢互掠去，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甲梁国勇。工党李道仁、社民连主席吴文婉，就连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资深大律师吴阿姨，拢接到警方通知，有14个人拢互警方以涉嫌非法集合，甲参与去年反送中示威活動嘅理由被掠。分別係2019年8月18號、10月1號同埋10月20號，組織同埋參與喺香港島同埋九龍區進行嘅未經批准集結，違反香港法例。警方一擺掠14個人，表示證據是真充分，即發正當。經過調查，應該有1位會被轉做被告。不過，即陣正拄到立法會審議防疫抗疫基金期間，民主派批評這是政治上嘅事後算賬，質疑政府無心來對抗疫情，要大家驚嚇。係無心抗疫，究竟係邊個係借抗疫之際係做政治上邊嘅呢一種安裝下流嘅活動？大家清楚可見，喺呢個過程裏邊嘅參與者、帶頭者係予以拘捕、檢控、擺上法庭嘅程序。
其實呢個好明顯係想製造一種嘅寒蟬嘅效應。香港警方一擺抓人行動也引發國際媒體關心。路透社講，這是反送中運動爆發以來上大打壓。澎湃新聞社更加指出，香港因疫情，所以反送中運動平靜落來。不過，特首林鄭月娥加其他建制派人物卻是追隨北京，說來反送中運動可能擱再恢復。記者綜合報道。天氣報理在今日各地頭大部分天氣攏是多雲到好天，不過對明仔開始北部地區水氣會變較多。咱就會來看詳細的氣象資料。喺北部20度到30度，中部21度到33度。南部23度到33度，東部21度到30度。今日金馬平湖10度到30度。感謝鄉親收看今日的早起新聞，我是敏珍，明仔同這個時間咱再會。